爱话，我知影你一直对我足好的，我嘛知影你为什么要为我做这个代志，就是因为安尼我更加袂当接受你，因为我无资格，我嘛承受袂起。我唔管，我就是爱你，就凭这个理由，就值得我为你付出我的全部。爱话，你敢会当卖甲继续为我付出啊？因为我已经有介意的人啊。这个人是不是叶小秋？无唔对，我介意的人是叶小秋，而且我已经介意真侪年啊，一直到即马拢唔捌改变过。你唔知我对你的心，你想要甲我讲这？你想要承认？会不会就是这答案？哎喂，你莫安尼好无啦？张振凯，叶小秋有冇可能接受你？我知，这我拢知影。就算伊无介意我，我不要紧。我嘛是感觉介意，我无得甲继续欺骗我家己的心啊！我真清楚我家己的感情，原来到今仔我才了解，我心肝内一直拢带着一个人，迄个人就是叶小秋。不过叶小秋爱的是别人，你想做要遮尼戆，唔紧接受一个心肝内拢是你的人。这就是人生啊！人生本来就是充满着真侪无奈，又够悲哀。哎喂，我会记你捌对我讲过，讲咱两个人做成的对啊，拢是看到对方的背影，所以我袂当再继续伤害你啊！我起码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对你实话实讲，希望你会当早一日将你对我的感情，全部拢甲收回去。你若莫甲浪费时间伫我一个人的身躯顶啊！我袂当你安尼做。安尼你咧，你唔是赶快伫浪费时间？不要紧，这拢是我家己心甘情愿的。哎喂，咱两人真正无适合，你会当放手啊？咱就做一对真好的朋友，安尼好无？